中国月多数类风台来的时阵，雨水是真高。伫台南北门区就渔民指控讲，北江溪间花有一个水门无关起来，这水灌入来附近的温仔内面，这鱼啊即马拢死规堆。这水利署第5河川局和管理水门的外包商，今日去到现场勘查，包商也承认讲，迄天确实是无关水门，也若施工这部分会和渔民协调。 粉仔水本来是青色，煞反色变粉蓝色，渔民收起来鱼仔死健健。另外，这窟毛即马咧温化卡，放窟仔30档的渔民讲，从来无发生过大量死去的情形。因指控顶个月多数类风台来时，负责水闸门的管理员无甲水门关起来，造成海水倒灌，真侪正水灌入去，互原本食咸水的鱼仔甲即马挡袂牢。渔民表示，上少损失8成。温啊，会土裂落。 水味啊，因相关的单位爱来甲阮处理一下啊，袂使讲拢安尼准拄好伊啊。大量的正水走入去阮的鱼温啊，鱼温啊、温啊花，你嘛有看到拢歹呀。到即马规个水嘛拢抑个变红色的安尼啊。北江溪北尾堤花水门是水利署第5河川局发包予九品公司来管理。申报商表示，迄天确实水闸门无关，地势地势较低，北门金湖里家的温仔受影响，甚至道面更严重凹落去。事实上那一天是只有淹到大概是那黑色的那一个部分在稍微，因为那一天是刚好又有台风天的影响，大概高上来30公分。那这个30公分就造成刚刚那边的那个那个道路啊，就是可能有水，它那边旁边也有个侧沟，那个水把它溢过来。所有第4角县的乡村里渔民嘛出来指控，即摆水门全部关起来，煞影响因无水通换。包商回应，最近海中因烦恼搁再发生，所以先暂时关起来。未来嘛针对两边取水为关系无共来做协调。另外道路凹落去的部分嘛已经进行修补啊。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。